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1月1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这个房地产可以说是出大事了。为什么说出大事了呢？咱们讲这个房地产大事之前先说一下小事就是最近馆子上有很多网友看我节目的时候，发现我讲的是英文节目变成了英文。这个不是我设的这个实际上是馆子它是自动生成的英文。你点开节目之后下面有一个设置，你点设置进去看那个音轨，对吧？你点那个音轨它一般出来两个，一个叫英文，一个是中文，就是原始。你那个肯定默认是英文，也可能是馆子他认为你是外宾所以给你默认的是英文，怕你看不懂所以你给他调回来就行了，调成原始中文，那你听到的就是我的声音了这个是馆子它自动设的，跟我这边什么都没做可能是馆子觉得我这个节目还不错吧，准备向这个英文观众去推广，或许吧。我们再来聊聊这个房地产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讲这个大事之前我们还是要先看看专家是怎么看待楼市的。财新网报道他说花旗的于向勇说，房地产政策或认出进退两难境地，破局尚需时间。这个花旗的这位说我对周期性政策预期不高，因为多重目标、多重约束依然存在。货币政策端，我们预计2026年将降息20个基点，降准50个基点，而今年年内不会降准降息，政策利率已经低至 1.4%， 有效存款准备金降到 6.2%， 银行净息差为历史最低 1.4%， 已和不良率倒挂。如果考虑到正常货币政策空间，这些都是现实的约束。花旗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于向荣指出，11月13号在2025年度花旗中国峰会上，于向荣指出小幅降准降息主要是起到维持宽松的信号作用，实际作用不大。你看这个花旗的专家唱空咱们政策工具箱说我们政策工具箱里工具都失效了，没什么用了实际作用不大，就起到一个这个引导作用，就是这个信号就是意思一下。他说2020年房地产相关指标跌幅不会比今年明显收窄，仍是经济增长的一大拖累因素。就是花旗认为2026年房地产的跌幅不会比2025年小。这是第一个外资机构说咱们明年跌幅还要扩大的，其他的机构都是怎么说？高盛、大摩是吧？都说明年跌幅收窄，跌到2027年，对吧？但是跌幅会越来越小。但是这个花旗可不是这么说的明天相关部门最好约花旗这个人谈个话那能这么说呢？这不造成恐慌吗？你最次也要说成，对吧？低质量的房子降幅扩大，但是高质量的房子不仅不降，还要企稳，要回升。但是你看他说这个2026年房地产相关指标跌幅不会比今年明显说收窄，这个应该约谈一下要约谈，不敲打不行什么论坛那都不是法外之地。我们再看看国内的专家是怎么说的这个财富中文网报道说，近日2025年财富中国500强峰会在上海圆满落幕，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长张军表示人们过去诉求是有房子住，现在是要住好房子。好房子这个词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画了句号，未来房地产的发展不再是经济发展的引擎，而是结果。现在房产市场的问题是金融风险和存量过多，中国房地产在未来几年或许会面临艰难的存量调整问题。这个经济学家意思就是我们还有很多房子库存要去化，不就这意思吗？有一个艰难的去库存的过程。这个专家说的对错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是有建议我是建议以后像这种什么什么论坛财富论坛，什么这个峰会那个峰会，所有专家的讲稿最好要先送去审查一下，把关，对吧？不能由着他们随便说这一说就麻烦了，后面还有更吓人的对吧？这些论坛也应该管起来，毕竟的这个什么脱口秀是吧，相声都是要先审的嘛，那你这论坛能不审吗？也应该审，你不审，胡一进老师在那儿满嘴跑火车，这谁受得了这个专家对楼市的看法先搁一边我们看看统计局是什么看法。11月14号，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各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和同比均下降，这是统计局的数字新房方面，10月1、2线城市新房环比降幅基本持稳，同比降幅持续收窄。你看这词说的，对吧？就是让你搞不清楚到底是降了还是怎么着了，是什么意思？免得这个瞎
压着别人了。10月份房价指数同比跌幅持续收窄，显示房价走势处于积极良性的调整过程中。你看看下跌，但是它是良性的，就外资机构啊，它就没有这个认识，它就没有这个高度啊，对吧？下跌也分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同样啊，上涨那也有恶意上涨，对吧？也有这个良性上涨。所以说不要一看涨就是好事啊，跌就是坏事。跌它也有善意的，也有良性的。你看他是这么说的，他既说明当前购房的性价比非常高，同时也说明筑底回稳、稳中向好的基础更加牢固啊！这个是咱们中国的专家嘛？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分析称，还是中国的专家会说话呀。从环比看，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3%， 降幅与上月相同。哎，这就是胜利啊！虽然下降了，但是降幅没有扩大啊，跟上个月一样，就上个月降了 0.3%， 这个月又降了 0.3%， 哎，这就是胜利。它没有降 0.4% 嘛。其中上海上涨 0.3%， 这个上海新房价格上涨，这个咱就不说了，每次都说过一遍啊，它是特例。北京、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 0.1%、0.8% 和 0.7%。你说广州环比下降 0.8%， 这才1个月啊！广州可是已经全面放开限购了啊。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4%， 降幅与上月相同啊。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5%， 降幅扩大 0.1个百分点。你看看这数字多漂亮，多有规律啊！一线是降 0.3%， 二线降 0.4%， 三线降 0.5%， 对吧？这个就问你服不服吧，秩序井然了。从同比看啊，跟去年10月份比啊，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0.8%， 降幅比上月扩大 0.1个百分点。其中上海上涨 5.7%， 北京、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 2%、4.2% 和 2.6%。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2%， 降幅收窄 0.1个百分点。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3.4%， 降幅与上月相同。你看 0.8%、2%、3.4%， 这都是叫等差数列吧，没毛病啊，对吧？你就是编都编不得这么圆了。从城市看，10月份房价指数同比涨幅为正的城市为7个，包括上海、杭州、乌鲁木齐、成都、南宁、宜昌和合肥。严跃进看来，此类城市特征非常清晰，即年轻人导入速度快的城市，普遍房价坚挺。这话说的，年轻人往乌鲁木齐跑什么？往宜昌跑什么？往南宁跑什么？二手房方面，刚才是新房啊，大家都知道什么情况了吧？房地产行业有个特征啊，叫新房看量，二手房看价格。就是你想知道当地房价，看二手房；你想看那个销售量活不活，这个房子卖的活不活，看新房。但是这是一个特征啊。那么二手房呢，一二线城市降幅较上月收窄，同比跌幅扩大。从环比看，10月份一二线城市环比降幅较上月收窄，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9%， 降幅比上月收窄 0.1个百分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分别下降 1.1%、0.9%、0.9% 和 0.9%。二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6%， 降幅收窄 0.1个百分点。三线城市环比下降 0.7%， 降幅扩大 0.1个百分点。同比看呢，10月份一二线城市同比降幅较上月扩大，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4%， 降幅比上月扩大 1.2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 4.7%、3.4% 和 6.4%。二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5.2%， 降幅扩大 0.2个百分点。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5.7%， 降幅与上月相同。如果说房地产行业这个叫价格看二手房的话，那这个统计局的数字就明确无误的告诉我们，10月份房价是加速下跌，对吧？同比都是降幅扩大嘛，环比也是降幅扩大嘛。这个统计局的这次数据啊，基本上跟那个前几天那个中指研究院的什么70%城市什么的那个情况差不多啊，就是显示啊，无论是新房、二手房，反正都是在降幅在下降或者降幅扩大。也就上海的新房那个是个奇葩，别的不说了啊，至少说它企稳反弹，这个谈不上吧。你说好听点的，也就是说跌幅收窄，那还是下跌啊，没有稳呢。说不好听点的，那是加速。国家统计局
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说投资增速放缓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结果。从结构因素看，房地产投资在整个投资当中占比比较高，房地产行业调整对投资增速下拉作用比较明显。1到10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14.7%， 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的项目投资增长 1.7%， 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下拉全部投资3个百分点，这个恐怕就直接反映了这个房地产低迷对经济的影响，这是比较直观的数据但是也有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这个国家统计局说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连续8个月减少，说今年以来房地产去库存稳步推进，10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是75606万平方米，比9月末减少了322万平方米，今年以来连续8个月减少。如果按100平米一套的话那房地产的库存还有75万套。那有人就说了那库存下降是好事但是好景不长你这边是库存好不容易少了3万套，那边最大的房东纷纷出来卖房。这个凤凰网财经他有个报道他说银行直供房规模进一步扩大，什么意思这2天不是最火的就是银行开始把他手上的房子往出卖吗？实在不行打5折，感觉银行要这个兑现，对吧？要砸盘，要夺路而逃要出货。结果凤凰网财经今天的报道他说银行直供房规模还进一步扩大，那不就是本来供需对吧？达成微妙的平衡，或者就是库存越来越少，显得好像供应少了，这个是不是房价就能稳住了？结果好吗？银行大量的库存搬出来，这样有的是货，对吧？你们放心买银行有的是房子。对，我在前几天节目说了银行的房子那一定是越卖越多它不是越卖越少它一旦卖起来开足马力卖，那就只能是越卖越多。这个凤凰财经说比二手房更便宜，比法拍房纠纷少，被网友形容为更靠谱的捡漏机会。银行直供房开始搅动楼市。银行直供房是指当企业和个人借款人无力还贷时，银行通过债权剥离取得完整产权，随后以业主身份直接出售和出租，其和法拍房本质一样，都是不良贷款处置。不过和法拍房相比，银行直供房交易过程耗时相对较短，流程相对便捷。多名金融和地产业内人士表示银行直供房一直都有，只是规模不大。近年来经济形势叠加房地产深度调整，银行不良资产率上涨，尤其当前临近年底，银行处置不良资产的考核压力更大，促使其加快资产处置速度，推出的银行直供房明显较多，这就是银行直供房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原因这边银行向市场扔下了一个深水炸弹，对吧？银行手上有的是房子开始卖了，这不是就像二手市场扔出了炸弹吗？结果这还不够又有人往这个房地产市场扔下一枚核弹。这就是我说的大事咱们还是看媒体报道这个第一财经昨天晚上刊登一篇报道，这个报道也是够吓人的，叫地方国资扎堆出售房产，专家称意在盘活存量资源。我不管专家说这个地方政府卖房子是出于什么目的总之地方国资扎堆出售房产，前面银行扎堆卖房子直供房子，这个一波未平叫一波又起，地方国资扎堆出售房产，这什么意思这个如果说韭菜还没感受到含义那真是相对迟钝了。本来以为这个住宅的库存已经下降了，结果发现那边又打开了大门，源源不断了。这个是第一财经报道说，又有地方国资公开出让手中房产。近日西昌发布官微信息显示，受西昌市房地产事务中心委托，四川公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对144套住房面向社会依法进行网络公开拍卖。这个具体的咱就不介绍了什么标的一是35套住房资产包，起拍价3000块每平米标的二是什么69套住房资产包，平均起拍价是4997，反正都很便宜标的三是40套住房资产包，平均起拍价5799元每平米。公告显示上述房源产权明晰，已登记在有关单位名下，拍卖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签订买卖合同，签订合同10个工作日内以转账方式支付全部价款。如果竞拍人不想全款支付，征信良好的还可以办理贷款，经
银行审核后可以申请75%的银行按揭贷款，签订合同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25%的按揭首付款。地方国资为何公开拍卖房产？广东省这个又是专家呀，告诉第一财经说，部分经济适用房或销售型保障房在分配过程中可能进度较为缓慢，导致国有开发企业资金被占用。为缓解资金压力，地方国资因此选择拍卖资产。另一方面，这些房产过去主要面向特定人群或本地机关、国企以及事业单位职工进行分配，现在目标群体中部分人员可能已不符合资格，或是对此类房产接受意愿较低。如今住房需求更侧重居住品质，包括区位条件、户型布局及社区配套等，现有房源这方面可能难以满足期望。这专家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国资委手上这批房子本来是给国企职工或者给事业单位的人的经济适用房或者什么的但是这些房子因为地理位置不是太好，人家不要了，人家经济适用房人家也不买，就这意思那或者你拿到向社会公开拍卖，这里我总觉得这里面有点什么问题你既然是经济适用房或者是这个叫福利性房子嘛，对吧？你肯定是给国企职工谋福利的，给体制内给这个事业单位的吧谋福利的，结果人家都看不上，那就说明你这房子的问题都多大呀？你给人家优惠人家都不要，那你说来拍卖，那不也是来砸盘的吗？那价格就非常低此外，当前存量住房市场价格持续下行，地方国资持有的房产价值也会随之贬值。地方国资平台需要对资产进行有效运营，具体方式包括自主经营、配租、配售或者公开市场销售。为避免资产进一步贬值，也会选择及时拍卖，控制损失规模。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国资卖房的情况并非个例。11月5日，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一则公告，福州市长乐区领航土地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拟于11月21日公开拍卖长乐区51套市场化商品房，房源总价从44万到153万不等，平均单价1万1每平米。此前，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还显示，受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委托，拟对该中心持有的302套住宅以电子竞价方式公开挂牌转让，上述302套住宅均为空置状态，房源不动产权证已办理，平均单价2万078元每平米。不光是福州在北京产权交易所信息显示，隶属北京西城区国资委的天恒集团旗下不少房源则公开出让，涉及西城区、海淀区、朝阳区、房山区多处房源，其中部分是天恒集团开发项目的剩余房源，还有用于出租的房产。此外，在广州、烟台、淄博等多地均出现国资平台挂牌卖房的现象，涉及广州机场建设投资集团、广州地铁集团，其中有房产、店铺以及车位资产。读到这里，我就想起了这个专家，对吧？不是建议地方政府发债收房子吗？你可见这专家这个脑子想的太简单了。这政府都把房子往出卖，他还让政府收房子，对吧？政府是一有机会把手上房子赶紧往出卖，这个叫什么三资改革，盘活资产，对吧？国有资源资产化，国有资产证券化，国有资金杠杆化，卖资产，他还让政府借钱收资产。你说这个专家是专门这个叫逆风飞扬呢，想让政府干不想干的事情，对吧？让政府拿钱去收地，你看看搞到现在收了多少，对吧？地方政府都是被逼的没办法，收1块2块的意思一下，糊弄一下。所以有的时候专家出的主意都是反人性的反这个市场规律的。事实你看地方政府的国资委恨不得把房子全卖掉，对吧？本来这个银行已经给这个市场来了一脚了，现在地方国资委也不客气了再不装了，也不慎着了，要卖趁早卖，你越往后卖不掉而且越往后价格越便宜所以也就别客气了，赶紧卖吧。所以你看这个本来这个房地产企稳就是摇摇欲坠，就很难企稳。结果你看银行来一脚，现在对吧？地方国资委在背后再来一枪，差不多了，对吧？这就是加速这就是助推如果说这个卖房子无所谓反正大家都要卖，没啥，对吧？你银行卖，你地方政府卖，那怎么了？扛得住有广大韭菜在，对吧？只要价格便宜点，韭菜还是愿意买的。那接下来就更有意思了所以我说今天这个关于房地产的这个大事不少非常蹊跷非常诡异怎么诡异？我在会员节目里面说最近很多现象说明现在真是感觉一股
股暗流在涌动啊！就在这个时候啊，这个摇摇欲坠的时候，有人过来推了一把，还嫌他不够快，还嫌他倒不下去。这个在今天举行的第16届财新峰会上，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谈到房产税问题，他表示，房产税是最适合做地方税的税种，当地的公共服务越好，房产税越上升，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楼继伟透露啊，房产税是2013年提出来，实际上全国人大立法已经完成，一些难点问题也基本解决了。最大的难点，房产税的税基的制定，税基应该是自由交易的房产的价值，然后打一定折扣，但是大量的房屋比较复杂，不是自由交易的，因此怎么打折是个难题。他说啊，楼继伟表示，2022年的时候出台房产税被认为不是时机，现在虽然房地产泡沫已经破灭，但下行仍在过程中，还是比较难的。他指出，房产税还是按照18届三中全会说的，要适时推出，这个就有点接近这个胡锡进老师所说的吓鸟论了啊。这个房产税好像被大家已经忘记了啊，很多人都认为这个现在楼市这个样子，还提什么房产税啊？结果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这专家建议啊，房产税还是要适时推出啊，还是要推房产税啊。这个就是在奄奄一息的房地产这儿再给他来一脚啊，而且这一脚是致命的啊！你说很多炒房的，手上4、5套、5、6套房子的，各种贷款，各种羊毛薅啊，对吧？各种小贷平台周转，经营贷、消费贷，苦苦支撑啊，就等着这个房价上涨。结果等来了这个消息，你说这些人还扛得住吗？要收税了，房地产税，你手上5套、7套的房子怎么办？你本来按揭贷款就还不起，对吧？但是现在已经是难以为继了，卖也卖不了，只有跳楼一条路啊！有网友说啊，这个不是踹一脚啊，这也不是卡脖子，这是已经倒地了再补一刀，确认死没死，补一刀放心啊，对吧？有人现在有一套房，现在跃跃欲试，趁着房价便宜，房价跌了，手上有2个钱，还想改善一下，买个大点的房子。你现在这么一看，你也算了吧，这马上要收税了，你还敢买吗？所以我说今天啊，都是房地产的大新闻，总感觉是山雨欲来啊，风满楼啊，黑云压城城欲摧，是不是有这感觉啊？怎么都赶这个点儿出来了呢？对吧？哪壶不开就提哪壶。从媒体热炒银行直供房，到现在报道地方国资扎堆卖房，再到抛出这个事实还要征收房地产税，你感觉是对吧？一刀接一刀啊！这个到底想干什么？这似乎不是那么简单啊！这么看的话，想买房的还得消停消停呢。再等等看，会不会是房地产加速赶底呢？我们密切关注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